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， 我係成員阿高。今日係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，呢度係風暴速報。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華加沙最新風暴動態同埋預測，香港未來一兩日天氣惡劣情況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， 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，歡迎追蹤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平台，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。先睇睇華加沙最新風暴動態同埋預測。過去一晚佢繼續係靠近緊我哋㗎，而今日清晨起開始就採取一啲西北偏西嘅路徑移動。咁相信之前係行偏西嘅路徑啦，就係主要係受到呂宋啦地形影響。咁而家見到副高啦，開始受到西風槽影響啦，係有啲東退嘅情況。咁就佢開始多翻啲北向量，咁就行西北偏西嘅路徑。佢嘅強度係有稍為減弱，但係仍然係強勁㗎。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仍然係超過每小時200公里嘅10分鐘平均風速，而天文台最新一報亦都係俾緊佢220公里每小時嘅10分鐘平均風速，預計未來就會繼續逼近香港啦。睇睇佢最新結構，目前係繼續出現咗雙重眼壁，咁但係就目前未清楚會唔會係換眼成功。但係預計最接近香港嘅時候，佢會仍然維持喺超強颱風強度。最新風圈方面，天文台係派咗政府飛行服務隊去咗華加沙中心嘅120公里啦，大約呢個位置去測風，咁係錄得颶風水平㗎。咁當中係錄得等於或者超過135公里每小時嘅10分鐘平均風速。咁證明颶風圈半徑係至少高達100公里以上嘅。可能係同雙重眼壁有關啦，咁就令到佢嘅颶風圈係比較大。我哋睇下各氣象部門啦，或者 AI 嘅路徑強度預測。過去一日其實最新嘅路徑調整亦都係非常之少，有時只係稍為調北少少啊，調南少少嘅情況。大約亦都係會靠近上下川島附近啦。咁最接近香港嘅時候，仍然會有超強颱風下限或者以上嘅級別。最新天文台就評估佢聽日登陸之前啦，仍然係會有超強颱風下限嘅級別，咁即係有185公里每小時10分鐘平均風速。但係路徑嘅速度啦係有調慢嘅趨勢㗎，較大機會喺聽日日出之後先係最接近香港。可能會同大潮嘅時間更加係吻合，令到風暴潮嚴重程度咧係會可能比預期更加高㗎。咁我哋睇埋香港未來一兩日嘅天氣惡劣情況啦。預計今日香港入夜咗之後，風勢就會急速增強。咁特別要注意嘅係，我哋起風咧係會比較快嘅。咁見到而家啦係未必好大風，咁但係入夜咗之後啦，啲風一嚟咧就起得比較急㗎啦。深夜開始風勢係會進一步增強，最大風嘅時候會喺星期三凌晨到中午之間，風向就會逐漸由北風、東北偏東到東南，海有極巨浪。而聽日朝早亦都會有嚴重風暴潮。咁另外啦，天文台係調升咗海浪啦，由非常巨浪啦去到極巨浪嘅水平。咁極巨浪啦，咁通常亦都係描述緊有颶風影響嘅情況。天文台最新天氣預測方面就預計，聽日我哋普遍啦係會至少吹9至10級風，離岸同埋高地可以去到12級颶風或者以上㗎。係初時去到颶風以上。咁另外預計天文台機場預報預測當地聽日凌晨5點啦到朝早11點係間中會吹颶風㗎。咁所以呢啲跡象亦都顯示天文台就係預計會發出10號颶風信號啦。
風暴潮方面嘅最新預測方面，就預計大致喺聽日朝早到日間會出現分別3.5米啦到5米嘅最高水位，咁預計到時嘅海圖基準面啦就會升到去呢啲嘅水位啦。預計華加莎移動速度啦係會較預期慢，咁風暴潮或者係更加顯著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咁因為佢行得慢嘅話啦，咁佢未開始好遠離香港嘅情況下，又撞正大潮啦，咁令到疊加嘅情況係更加嚴重，咁令到整體水位係更加高，水浸嘅風險亦都係更加高㗎。本頻道最新非官方評估9號或者10號信號機率啦，亦都係極高。天文台最新表示，華加莎嘅颶風圈半徑係高達接近140公里，而根據目前預測，亦都係有一定機會直襲香港，喺香港100公里範圍內掠過。而天文台過去一日嘅風暴路徑預測當中啦，無論有冇調整啦，咁都係支持佢係會進入香港100公里範圍。咁天文台亦都預料聽日離岸高地係達到颶風嘅水平，天文台亦都會預料機場風速可以去到颶風嘅水平，即係代表天文台預測香港係可以受到颶風影響或者威脅。9號或者10號信號發出嘅機率係極高，最快發出嘅時間就預計會喺今晚到聽日凌晨嘅時分啦。風雨之後啦，我哋就會減弱啦，當然咁就預計聽日中午前後啦，最快呢個時間風勢就會開始減弱，但係減弱嘅速度未必會好快嘅，咁仍然係會有烈風影響我哋，係普遍影響我哋。咁最快黃昏前後風勢係會進一步減弱，到入夜後之後啦，當然就繼續減弱啦。咁但係落雨方面啦，咁就預計嚟緊凌晨啦，到聽日中午前後啦，係會最頻密嘅。咁但而之後係會慢慢減弱啦，但係仍然間中係會雨勢頻密嘅情況。預計8號或者以上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啦，相信就會喺聽日日間大部分時間都會維持。咁即係8號或者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啦，落波嘅時間相信最快都會去到聽日嘅黃昏前後㗎啦。咁亦都補充翻先啦，睇睇今日而家嘅天氣情況。咁其實我哋亦都係開始逐漸受到華加莎嘅雨帶影響。呢個雨帶個帶字打錯字就唔好意思啦。另外已經係受到相關嘅海浪影響㗎啦。配合大潮啦，維港部分地方已經係受到海浪造成嘅海水倒灌影響，包括杏花村嘅海旁啦，而亦都網上見到有啲停車場已經係出現咗輕微水浸。來臨啦，我哋就要密切注意大浪同埋風暴潮啦，特別係今晚嘅深夜啦，又會有大潮啦，同埋聽朝早啊，接近10點11點嗰啲時間就要特別注意風暴潮同埋水浸啦。咁最後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本頻道稍後會進行日間風暴監視直播，晚上9點開始就會有晚間同埋通宵講解直播。咁將會由全晚啦，今晚啊，我亦都係會全程為大家講解最新嘅風暴情況。咁到時亦都會有一啲嘅風力啦，同埋定點風力直播嘅。係啊，咁我今晚就唔瞓覺㗎啦。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本頻道嘅更新啦。訂閱並且開放通知就可以掌握本頻道任何最新嘅發布。本頻道會喺未來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，包括一啲口頭禪同埋懶音嘅問題。咁我哋嚟緊直播再見，拜拜。